离岛水系真出名的斗阵海边的油桶哦，有呛水的民众反映讲，因买无明信片通寄，所以皮桶顶悬哦，拢雕甲满满的食物。乡公所嘛表示讲，今年明信片设计的标案，佮为何拢无人来标，还佮重新来招标。已经伫4月绿岛的水系活动已经开始，真侪畅水游客围伫斗阵海边油桶来寄批，真闹热。不过即马有畅水人到斗阵海边油桶所看到白色斗阵油桶发满海中的食物，看起来亲像无洗身躯。即马甚至传出游客买无明信片寄批，可能影响特别热爱绿岛观光。你要靠近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附着物，那你就要小心被割伤这样子。他有的是国外的游客，那他收不到信会很伤心，这样就失去它的功能。绿岛斗阵海边油桶伫2018年启用，每年乡公所拢用通报案来招标，请人清洗佮设计明信片。不过乡公所表示，今年无厂商来投标，顶礼拜乡公所已经重新混乱招标，就是把它从海底拉上来哦。躲避这个台风的次数太多了，有发包好几标都没有人来标，所以我赶快指示科长，就是把它拆开来，把维修部分跟民营的部分拆开来，这样。绿岛斗阵海边油桶是目前全世界上深伫水下骹11.5公尺的海底油桶。伫观光大季时期，一礼拜差不多寄出上百张的明信片，也带动周边的旅游商机。公所希望用伫秀早进前有人来投标，互油桶引行者观光客。公司新闻台东报道。